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平安。请咱将咱的手机甲关无声，还是甲切掉。这时，请咱闭目心，三角来敬拜上帝。恁着学乐耶和华，我的心啊，恁着学乐耶和华。我一心要学乐耶和华，我要活的时要唱歌学乐我的上帝。咱三角来吟诗，圣诗第22首，脱出圣诗第22首，主上帝正手，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写字，写出仁爱宽容的话，咱冲突甲失败，咱胜利甲目屎，伫主上帝正手拢有记载。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22首。Simba
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伫信息的头前第13页。我信上帝，三位一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交代，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平道里来受苦。定是第四埋葬论语，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到这个全能的地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互，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甲来交托启应文，今日要交托的是启应文49。启应文49也就是以赛亚的55章，伫个圣诗的后面1087页，显着咱三甲来交托。来，喙焦的人才有水。善下人来买酒来买奶。你若着开钱买袂食一个米，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米通食。趁找着上主的时，就来找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就归向上主，伊要灵敏。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好甲势对天降落，无搁倒转。要互夜景的有经济。对我的厝讲出的话嘛是安尼。我的话绝对袂空空好。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细山会唱歌迎接。以前有气魄的所在会发伤悲。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请咱额头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感谢你，伫即个台风天，互阮平安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你是创造天地的上帝，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阮要学罗你。你的信实无变，你的恩典有够用。你是我患难中的倚靠，
你知阮真容易受到外在的环境的影响，对你失去信心。求你帮助阮，无论伫任何的环境，拢会通持守信心，搁较听你。伫你的内面有望，阮也为着教会无牧者的代志，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主引带合你心意的牧者来牧养。阮也为着国际的战事、台海的安全，求主掌权。疫情还未落去，开放观光，求主看顾阮台湾平安度过。阮也为着今日袂当来教会敬拜你的兄姐，求你甲因同在，平安喜乐。也求你甲今日的讲员当牧师同在，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利益。祈祷恳求拢是奉主耶稣圣名求。阿门。下面圣歌队要献唱，今日一样想要甲咱献的歌是圣城。昨夜我在睡梦中，有美梦真甜蜜。我站在旧耶路撒冷，在圣殿的那边，我听见孩童的歌声，只回响在耳边，犹如天使的歌声，自天和谐相听。随后梦境有转变，不再有切道声，我不再听见孩童们欢唱着和散那，日头忽然变成黑暗，清晨寒冷无比，十字架的阴影显现在寂寞山那边。十字架的阴影显现在寂寞山那边，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倾听天使歌颂。又再一次情景转变，有新天地出现。我看见天上升尘，在平静的海边，上帝的光普照揭示。
城门打开广阔，愿意的人都可来，不要拒绝牵挂。夜间无需月亮星辰，白昼无需日光，那就是新耶路撒冷，永远坚固长存。那就是新耶路撒冷，永远坚固长存。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进了七个城。可赞那位于上主，可赞那直到永远，可赞那位于上主。可赞那直到永远。感谢李阳用水的歌声来带咱来敬拜。下面咱三个来恭修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以赛亚书第61章第1节到第3节，合合本是873页，现在中文版是942页，汉语版是819页。因着我来读。主耶稣的神临到我，因为耶和华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互丧乡的人，互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受掠的得到透放，受关的出家牢，报告耶和华欢喜的日，甲咱的上帝报仇的日，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用花无相似伊来替恢复。欢喜的油来替悲哀，乌老的衫来替忧愁的心，互咱穿做公义的手，就是耶和华所在的来显明家己的荣光。以上愿上帝赐福听叹伊的话的人。今仔日上帝通过牧师要传予咱的信息是7种的天温，请牧师。咱三脚头来祈祷。天顶的主，阮感谢你。当阮听见有用伊来吟圣城互你死地的时，真正阁开阮的心门，开阮的目睭，互阮看见新的耶路撒冷临在伫阮的中间。主啊，你是阮的拯救者，你是何塞那。互阮的心着跳，互阮的心欢喜。今仔早起虽然天气落雨，总是无阻挡阮要对上帝你迄个热情的敬拜。求主建立阮伫你面前，阮用心灵甲诚实的敬拜，拢得着主你的欢喜。愿主赐福伫今仔日，阮所领受的，无论讲甲听的，拢得着利益。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拄则一样饮了后，我袂禁去拍蒲啊吼。这拍蒲啊，毋是咧甲伊学乐啦吼。老实讲，咱的拍蒲是
荣光归予上帝吼。我常常会鼓励兄弟姊妹讲，你若有感动，你着拍鼓啊。因为咱伫圣殿内面，咱一切荣光拢归予上帝。拍鼓有足侪好处，除了讲归予荣光上帝了以外，嘛是对咱有帮助啦。因为咱坐伤久，血液循环较歹，拍鼓啊者会促进咱的血液的循环无咱试看嘛，来。较大个拍会走迄个效果好，今仔日听欢喜，咱搁三句这本这个风台叫做泥沙啦咱知影秋天搁风台，这实在是拢想袂到。风台今年对咱台湾来讲，虽然讲无真大影响，不过带来真多雨水啦所以万人使拢上帝好的旨意咱献上咱的感谢。那今仔早起我要用以赛亚书第61章第1节到第3节，拄则咱的思维像这书所甲咱用读的。这段圣经咱要来思考一个题目，叫做7种的天温，也是7种的天温啦天就是指什么人？咱的上帝温呢？就是温点咱对差不多将近3年前开始全世界流行这个 COVID-19， 有人甲伊称作讲武汉肺炎中国人拢抗议了因为是为了发展出来影响到全世界这个病毒一变再变虽然到目前咱看起来逐天拢有差不多4-5万的人确诊我的身边我的亲人嘛，定听到讲，也是讲朋友什么人嘛确诊咱捌确诊的人举一个手者，好，恭喜恁可见咱真侪人无确诊，包括我嘛无确诊好歹，无好，破病好毋好？无人爱破病啦，是毋是？所以无论是健康，无论是破病，我想拢上帝好的旨意。所以咱来看见耶稣伫世间的时，伊就捌讲过，讲勇健的人无欠命医生。有影咱自从挂喙炎了你敢有靠食咧感冒？敢若无对不对？足侪诊所医生捌甲我讲无事你知无？自从咱挂喙炎了阮的诊所生意继续歹有影呢，咱较无咧感冒啦，以前无咧挂喙炎，3不5时就去看医生者拍骹枪啦、流鼻啦、发炎啦，咱就去找医生。毋是讲无破病就是好。当然，医生，你若看了医生咱就想讲好久不见了我有当会去大病院去看，3个月迄个长期处方啦咱这个年纪拢加减会去看医生医生看了我会甲你讲好久不见了讲医生还是较歹来咧要去病是不得已的所以毋使讲勇健的人无欠医生讲破病的人就对了。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个世界拢总差不多60几亿个人口，但是真正健康的人实在无多啦。什么叫做健康？健康是一个持续性的状态，持续性的状态包括咱的生理、咱的身躯咱的肉体，搁包括咱的心理，也是讲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以及灵性上爱持续拢无毛病，安尼才叫做真正的健康的人你感觉你是健康的人吗？举手。我想无人敢举手，对无？因为咱拢会破病。你举手
健康宝宝其实咱来用这种的标准，比如讲肉体、心理、人际关系、社会关系，还是灵性，来看这个世界，看咱家己思想真正健康的人有偌济？莫讲别项，干那讲身体，就是一个真恶的通过，对无？譬如讲，你若有近视，有无？是毋是破病？无正常的，像我最近目睭嘛无介好，老花眼以外，佫有青光眼，佫有斜视啦。即摆真侪朋友看我，陈牧师，你敢若目睭小脱窗哦？我去互医生看有一条神经去互伊麻痹。我就问医生讲要安怎？伊讲嘛当开刀开刀风险哦。伊讲伊嘛毋知，伊袂当甲你保证伊讲但是袂啦但是我着点目药水食药安尼，甲伊保持掉咧啦反正着食到遮济岁也免偌水啦能得过且过安就好所以你也看咱的器官，像喙齿无好，咒气我最近看一个节目讲，所有医生内面，倒一科医生上趁钱。你敢知？医美不对，牙医，齿科，有没有呢？牙医，咱怎么看？牙医是不是医生？是。国民党有一个立委讲牙医不算医生啦。咱对捷运站落来有足大个看板迄叫什么？牙医医院。牙医医院的呢，迄规定拢是牙医师呢，而且是，所以无论什么款的医，都是科医生，拢是医生啊。所以包括咱的咒气啦，像你有什么款的毛病要止牙，咱会感觉讲，咱拢有真侪毛病，也是讲食较济岁动气、中听，或者是讲你有香港脚，我会记我的大哥就是咱的单义面牧师啦。伊还搁伫世间的时，我定去悟性有用因兜，我的大哥拢浸一桶，拢囥一桶水伫遐，骹拢伫遐咧浸。我讲大哥你啥？我着香港脚你去过香港哟？香港脚，毋捌着过香港脚，你毋知会痒啦，你无迄个袂好，袂长筋，只有食药抹药安尼若定所以你会发现，咱其实一个人的身体五官，你的器官，拢会出毛病。有人一世人就爱靠食药才会当维持这个健康。所以可见咱拢无一个人是算作是健康的人，这是伫肉体顶面。毋过，若个对心理上、对社会生活，还是灵性上，咱一层一层去检验，这个世间恐惊无一个是健康的人。今日我要通过拄则咱读的圣经以赛亚第61章，咱要来探讨一个人伫心理上所受的创伤啦。其实心理看会到无？人来心理看袂到，你咧想啥物你敢知？咱今仔有来两位贵宾嘛是我的亲人陈武国牧师甲牧师娘嘛是牧师牧师因拢是我的先辈啦我可以去伫双园教会牧会，伊嘛是我的先辈伫新人伊嘛是我的学长咧毋过我是阿姐轮回无轮回今仔来我嘛安尼带一条安尼迄个带毋是讲皮皮带啦是惊一条来武功牧师来到这个所在因为我知伊住伫松山嘛，是毋是所以来到遮嘛有一块咱看到武功牧师嘛，几啊年无看到因两位真欢喜，今仔恁会当来到伫阮的中间我倒来提起因两位，就是讲我看到因两个，我约袂出因心内咧想啥物，啥因今仔会来咱西湖教会做礼拜，因的动机是啥物嘛毋知，等下互家己讲啦所以表示讲人的内心
你无法度入去伫伊世界内面，你看袂出来。啊，心理嘛是上容易受伤呢，真脆弱啊！有的人袂堪去你甲伊讲啥，咱讲说者无意，听者咧有意。你像讲最近昨晚我看一个新闻，国民党的迄个立委本来叫做叶玉兰，有无？即摆改做啥？游玉兰哇，讲个什么？咱的蔡总统最近伤用，用甲拢咧接客，好听无？有够歹听的话啦！你有看到这个新闻无？一寡谈话性的节目就咧讲这个问题。当然啦，伊会当辩解讲，接客就是接待人客啊，是不是？毋过你若是听的人，伊感觉讲我都无迄意思啊。那国民党的因一定安尼讲的，辩护啦。阮都无这意思要甲我曲解，毋过听的人会听起来是毋是？什么感想？迄个接客意思是足歹听的意思啦，特别是对一个女性的总统。咱定讲接客是咧，敢若讲是迄个色情的场所迄款的，趁食查某，接客迄我歹听。所以实在所以人在要求讲这个国民党这个流应该爱出来道歉啦所以有当时咱要讲一句话，除非你是有意的，有当时你无意中间你去伤害到一个人，有当时翁仔某中间。上容易受伤害啦，你知无？你想讲都老翁老某对无？有当你讲一句话做太太听咧安那不好受，会不好受。有当阮某孙女嘛甲我讲你毋安尼，你甲我讲我较早个甲我讲我安尼歹势，我今仔回失咧。因为安那，咱口无遮拦，所以讲话是上容易去伤害。咱真容易受伤，所以要怎样得到医治咱来看咱上帝所创造咱这个人，人实在是上帝真精心的创造啦，你知无？一个人出世，甲另外一个人有可能完全同款无？像咱蔡老师甲伊妹妹，谁都有像无？甲看目睭就知影，迄感觉的同公司出品的，足共的对不对？毋过咧，讲完全拢共，无可能。就算相生嘛是呢，迄看起来都一模一样呢。以前我咧木花心嘛有一对迄个双胞胎的查某囡仔查某囝。我就问爸爸妈妈讲，你讲会认出什么？讲那认袂出来。爸爸妈妈看得出来。毋过咱外人看，拢共款啦。所以有当你叫毋着去，要叫迄另外一个。双胞胎佫真特别咯，特别即对姊妹讲若一个拍骹唱，另外迄个嘛拍骹唱，有感应足奇妙诶。毋过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可见每一个人拢是独立的特质。无可能拢是共款的，所以这是叫做上帝精心的创造。伊毋是干那创造咱的外体，包括咱的心理、咱的感性、咱的理性，拢真复杂啦，亲像一个真精密的机器共款。机器会歹无？会所以定要维修爱保养若无会真麻烦。不过感谢上帝。今仔日咱所读这段圣经，咱真熟。耶稣嘛捌用这段圣经出来传福音，对无？用安尼来表示福音的本质是甚物。所以今仔咱要讲我用这7种的天恩，就是会当医治咱心里所造有各种的伤痕啦。我甲分做7项。第一项的天恩是甚物？就是讲医好伤心的人，医好伤心的人。咱做伙讲无咯？来，医好伤心的人。你捌伤心过无？
有时你捌伤心过无？伤心是啥物状态？啥物情形你会伤心？咱来思考看觅，差不多吼，咱拢会伤心过。人甲咱骂，人甲咱误会，还是讲你家己拄着挫折，你失败，你就真伤心。伤心要安怎？毋敢若心的艰苦结归求，甚至你嘛会流目屎，对无？若伤过头咧，会变做什么？会变做忧郁、忧郁。哦，所以医好伤心的人，就是讲医好捌互人伤害过的人啦。后来，一个人被伤害有真侪原因。有可能就是伊无受尊重，像我拄仔讲的迄个国民党的立委刘玉兰，伊讲蔡总统是常常咧接客。我当想啊，蔡英文总统，伊若听了，一定有听到嘛，吼，伊毋知影想咧，哈，有可能伊爱敲我的，我也毋是安尼啊，你要甲我讲安尼，一笑置之啦，对无？毋过若真在意的人呢，听到即句话你安怎？哇！你咧甲我攻击，你咧甲我侮辱，你无尊重我，是毋是？所以无受尊重，也是讲人格受侮辱，或者是讲互误解、互踢笑、互人拒绝，甚至互人出卖啦。刘宇，你捌有出卖过无？咱有一句讲，互卖佫替人算钱。出卖无一定讲卖互别人，是甲你有时咱叫做背叛，无就甲你陷害。咱定来讲头前叫你做东工，后壁甲你安怎挖一坑？你以为说这是好朋友哦？不一定啊，我一生足深深的体会。深深的体会，头前真正甲你讲叫你做这好的东工，结果后壁咱讲你的歹话，甚至甲你出卖，你嘛毋知。所以当甲你知的时阵啊，你已经受伤啊。所以你看，有一则圣经，是大卫伊所写的诗篇，第41篇第9节，伊讲：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挖去食我的饼的，举起的骹后甜来踢我，有无？你对好，应该来知恩报恩的，结果有当时是恩将仇报，来甲你陷害，这是上深沉的伤心啊！但是并无这种深深的体会啊，要怎样？圣经甲咱讲，伊要医好伤心的人。后来，我要甲咱介绍一贴的这个处方啦，就是诗篇147篇第3节，伊医好伤心的人，报因的伤啦。免他医好，就是讲出来，要甲谁讲？有当时你心内会去甲好朋友讲好啊歹，你想伊一定袂甲你出卖，无一定咧。你甲我讲足济，讲好，安尼我拢知影你的内心咧想啥。你拄有啥物代志？好，颠倒甲你安怎？佫甲你踢一骹，也是佫甲你陷害。我要甲咱讲，你甲上帝讲，将你的委屈。将你的艰苦，将你互受伤害，你吐露上帝讲，将你的心思甲上帝讲，所以咱就常常亲近上帝，将伤心的事对上帝吐露。圣经甲咱讲，伊要医好伤心的人，报因的伤，咱就要得到医治。这是第一种的天文。第二种讲受掠的。得到讨报，
这个所在不是咧指讲啊，咱叫人关起来，是咧指咱的心灵无自由，受束缚、受捆绑，讲要得着头棒。心灵无自由的人，有可能就是你互邪灵所捆绑。有人有当会做恶梦啊，有无？咱常讲犯着鬼，有即款的人无？有哦。哦，原来伊互邪灵甲伊捆绑，互邪恶的势力所包围，甚至有祖先遗传来的迄个咒诅，这拢叫做捆绑。嘛有可能就是你生活上的压力，现代人真侪压力啊，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哦，比如讲做事业有压力无？有哦，哦，足侪人点头，是不是？即摆这个疫情，侪人失业，侪事业拢收起来，侪店面开袂落去啊。经济萧条，真辛苦呢。所以要面对这个压力呢。哦，你看迄开店的人，迄拢毋是家己的店面的，拢共租的。哦，我嘛捌一摆甲一个头家咧伫遐咧开讲，我讲你遐厝租、店租一个月讲哦，迄5-6万呢。我你一个月讲有趁偌济？讲吼，足辛苦的啦，为透早拼到暗时。有当时一个人计嘛无入来，要安怎？趁钱拢要互厝头家啊，所以迄压力真大。啊，所以后来伊就安怎？伊讲，我就找我共伊咧做迄个通信业啦，吼，伫泸州迄个所在。伊讲我总是袂当门开了等人加入来啊，所以甲伊另外一个朋友嘛是做共度的，讲无咱一人一半。啊，我吼做半个月。啊，所以你来做半个月，我讲你剩的半个月吼，伊讲我去做外送，咱早叫 Uber Eats 有吼，外送，Foodpanda 迄款的，啊，这外送算终点啦，啊，想算迄个件几件，一件偌济钱，吼，安尼加减啊趁，啊无吼坐以待毙啊，这就是因的压力啊，吼，两个人会当分担因的这个店租，啊，搁来利用其他的时间，伊可以趁别种的钱。这就是咱伫生活上的压力。或者是讲学生的人，伊有考试压力，哦，父母来要求你都要甲我考第一名，啊，考第二名咧，哦，伊又骂到要臭头，迄嘛是种压力，或者是种人情压力、社会压力。压力，互你安那喘袂过来，所以你着艰苦，你着破病，受虐被辱是非常痛苦的，就亲像当年以色列人受虐到伫巴比伦的时，因写一首哀歌啦吼，伫诗篇137篇第1节到第4节，安尼讲，我捌坐伫巴比伦的河边，一个想着錫安。目屎就流，愿将我的琴吊伫迄位的柳树，因伫遐掠阮的爱阮唱歌，唱阮的爱阮快乐讲，恁就甲阮唱一首錫安的歌。我伫外邦海岛会唱耶和华的歌咧，是，迄嘛是种真无奈嘛。受掠的人你有自由无？无。甲你掠的人，伊就是要控制你，有权利叫你做啥就做啥，叫你唱歌你就甲我唱歌，啊无唱会使咧无？袂使。所以迄就是因的痛苦。吼，这首歌充分描述诗人内心的艰苦，讲亲像迄个心吼去用滴喙去啊，所发出迄个咧害惨的声音嘛。对你这种人，袂使用，免得得到医治。我要讲，只有我靠各外主的能力，你就当得胜到村啊！伫加拉太5章第1节来讲，基督讨帮咱最自由啦，因为耶稣有
国外大能力，会当得胜赢过黑暗的关系，甲死亡的威胁以及邪灵的捆绑。所以兄弟姊妹，听下牧师咧讲，这毋是一种的安尼无法度达到的一个境界，毋是，是临在伫咱的中间，只要你信，就得到，你着我靠主，呼求主的名。为什么咱的基督讲我靠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有无？因为耶稣基督的名是有权柄的，你着信靠伊，单信靠耶稣基督，你就要得胜，你就要得救。第三种的天论是受官的出家乐啦，这个是指什么？是指咱互罪所苦楚，咱互重担所压制的人，未得到解脱。今日咱讲拢是伫心理上啊，毋是话你真正去互关掉咧。有时你会感觉讲，你敢若是行尸走肉。你虽然活得好好一个人，毋过安那，你的行为、你的各种的表现，拢是苦楚的。你敢若是关起来，咱有人会关家己无？咱叫做自闭了吼。有的人吼，无爱甲人讲话，有的人有无共款反常的行为，有的人真反恨家己，甚至嘛安尼。苦楚家己，但是我要讲，这是你受到捆绑，你互罪所捆绑，就亲像少年共款，甲你绑条咧，要怎样？真要紧，就是在认罪悔改。有的人犯罪，伊无感觉伊做毋对，伊拢怪别人，拢怪上帝。电脑无咧反省家己，所以伫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讲：咱若认咱的罪，伊是真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除咱拢总的不义。你知无？当你的罪得到赦免了后，你就自由啊，你就逃亡啊。我有2个家弟啊，小朋友咧耍的时阵，哇，无小心甲一个花杆啊。弄破去，弟弟弄破，姐姐就讲我要甲妈妈讲，弟弟讲卖啦，姐姐你莫讲啦，好，姐姐讲好，莫讲，下摆你拢听我的，好，即嘛，因着甲回干那来收拾好势，收拾好势，妈妈拢无注意着啦，即嘛。食饱了，妈妈就甲姐姐讲：“来，姐姐去洗碗。”结果姐姐甲弟弟塞一个目色，去，你去洗。不要，妈妈叫你洗的，你不洗哦，我要告诉妈妈哦。哇，只好怎么样？听姐姐的话啊，受姐姐控制。安尼差不多过1礼拜，姐姐拢用这步啦。你若唔听我，我就甲妈妈讲。妈妈嘛无真注意啦，想都有伊咧无用伊诶代志。这弟弟后来想讲，好，安尼袂使哩，难道我一生拢互阮姐姐甲我控制吗？所以就鼓起勇气啦，就去甲妈妈讲：“妈妈，对不起。”妈妈讲：“怎么啦？”1个礼拜前我不小心把家里一个花瓶弄破掉了。啊，真的哦？那现在在哪里？我们把它藏起来了。妈妈，请你原谅我。不要紧啦，那个不是真品的迄那是真品我会叫妈妈修理。好，有认错就好了。妈妈原谅你。好，哇，如释重负了好，即摆迄暗，姐姐妈妈叫姐姐洗碗，姐姐就甲弟弟讲去啊，去洗。我才不要，你不洗我要告诉妈妈。好，你去讲啊。为什么你不怕？因为我已经跟妈妈认错了妈妈已经原谅我了。我不再受你控制了啦。留意，咱若认罪悔改，
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咱的罪，要洗除咱拢总的不义啦。当你罪受到赦免讨放了，你是不是自由的人啊？你是不是轻松咯？一切重担拢解脱了，敢毋是？还佫一种，就是人家己去制造锁链来捆绑家己，你知无？有这款的人无？有呢，毋是别人甲你用，是你家己锁，你家己，咱叫做心牢啦，心牢啦。啥物叫做心牢？你的心中怨恨别人，你毋肯赦免别人，有这种无？我死都不原谅他，有没有这句话？那有安尼作死的无？这人我到我死我都歹原谅伊啦，分作重的呢，有呢。啊，结果咧，你怨恨伊，伊敢知影？你气伊敢知影？你定伫后壁咧甲骂，伊敢知？你也无伫头前咧甲骂，你甲气怨恨伊，结果是伤到什么人？是你家己啦。他还是过得很好啊，干啥呢？所以是你家己捆绑家己，或者是讲有的人得失心看得很重，哦，我一定要争甲赢，啊，若争无过，若无赢咧，吼，家己安尼捆绑家己，袂得过啦。或者是讲人情世事看伤重，看名声地位真好计较。我会记较早我伫新南，我有一个同学，我莫讲名啦吼。因若逐摆阮若考试若考了成绩出来，伊拢来看我。你知道你几分？安尼啊。还好我这次赢你。所以后来吼，阮比较时，我得总会议长奖。我这个同学得院长奖。伊甲我讲院长奖是第一名啦。我好，你第一名，你第一名。得失心看得太重，没必要。伊要第一名，好，你就第一名，不要紧。所以你看，这款的人心中会快乐袂？看名声地位足要紧的，咱要争到赢，咱要争做头，伊会快乐无？袂咧。所以对这种人，圣经有一则圣经会当帮助咱。是马太11章28节，今仔牧师讲遮会拢放伫咱的书报内底咱的大纲，咱会当等于搁甲复习者。咱做来读好无？11章28节讲，恁囝若着我担重担的，就负我要互恁安歇。即摆你有重担无？我无，有。要怎样？求君主，请君你啦，你著甲这重担拢卸互伊嘛。你就要得到真正安息啦，你知影无？某一个故事，我可能咱捌听过，有一个打菜的阿伯啊，要去菜市啊去卖菜。哪行啦？伊无车啦行路，担真重。有一个开小发财的一个少年的真有疼心。等伊经过看到这阿伯啊咧，伊八姑娘看到后视镜，伊就把车停落来，阿伯来上我的车啦，我甲你载。阿伯少年你人真好，我就爬起你啊，爬起了伊就开进前，结果伊迄个后视镜佫看到阿伯菜迄个担佫担掉咧，徛伫迄个发财顶面，伊就听到阿伯你就坐我的车，菜担着安那？下落来嘛，用对我若无想到下来，你坐落来有当时咱信耶稣信真久啊，毋过你的重担有孝主无？主讲你就坐我的车，我替你担，我替你承受啊。结果咱拢无，咱以为家己咧担家己迄个重担。耶稣甲咱讲，恁囝若着我担，着就近我，着孝互主啊。所有的重担拢互主耶稣替咱担。我要互恁安息。第4种的天论是啥物？讲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其实咱拄仔讲的拢做类似啦，伤心啦，有无？受捆绑啊，受掠啦。这个所在咧讲着悲哀的人，其实伊是咧指什么？是咧讲着自卑感真重的人。哦，你看有个人做优越感有无？哦，逐项人要抢赢，其实有当我看，即款人无拄是做优秀，伊是自卑感真重。哦，自我形象真，有个人吼毋敢伤过出头，哦，伊所以自我形象很低的，伊要得到安慰甲鼓舞啦，所以有个人出身卑微善切。伊会感觉讲啊，我处处拢无法度甲人相比，我也无出世伫王永庆因兜，对无？会当减奋斗几啊年，有当咱来甲人比较，人比人安那气死人呢？所以你比袂着别人，你着家己伫遐自卑、自哀、自怜、自暴自弃，完全丧失你的自尊心。啊，像你因为你欠缺安全感，无人甲你疼。你会造成恐吓、不安、焦虑、孤单、忧郁等等这些心理。这个有足多这款的人，啊，但有时迄是叫做天生的，有时迄是家己后天家己造成的。那对这种人有两则圣经会当帮助你。头一个就是撒母耳上卷。第2章第70到第80，来，咱做来读好无？伫书本内底有来，耶和华互人颂香，也互人好业，互人降低，也互人升悬。伊对真爱升悬颂香人，对粪扫堆高声欠亏人，互因甲首领三甲济，煞接阳光的座位。哇！哦，乞丐与王子啊！吼。上帝要高兴咱，所以你免想讲啊，我出身真低，安尼我拢比袂着人。主要高兴你。来第2位是耶利米31章第30来，早时耶和华对我显现讲，我要用永远的听你，因为安尼我用慈爱看你，那叫做慈神爱所啦。上帝是慈爱啦。伊无因为讲你是善切人，你册读无济，你无啥物地位，伊就无爱你。你感觉上帝有真听你无？有啊无？安怎听你？食下落困下去，放会出来。真正呢，这是上幸福的呢。我即嘛有即种亲身的体会呢。食下落，困下去，有当倒几暝啊，拢困袂去，吼，还佫放会出来，爱食会放啊，毋但会健康，吼，所以上帝顶个想爱上帝足听我，啊，虽然讲我无真安尼真好个，但是有互你晓着无？我的妈妈就是有神有养伊阿嬷，我。10岁我都无爸爸，阮兜拢总在咧，阮爸爸妈妈生11个，啊3个是细汉时就无去，所以拢总8个安尼，对细汉影响较大汉。啊，所以我的爸爸佫早死，我10岁就无老爸啊，啊拢靠我的妈妈。当然，阮爸爸伊就破病嘛吼，啊，所以阮妈妈常常甲阮讲一句话。伊讲上帝真疼咱，毋捌互咱饿过一顿。我想有影呢，大阵的囡仔要怎样？我的大哥大我21岁，所以离我算真远啊啦吼。所以我定定讲，大哥若较早出来嘛，生我会过啊。啊，有时嘛才减我8岁，吼，阿勇减我11岁嘛，吼。所以我嘛敢若亲像兄弟啊共款。因为年纪真晚，啊大哥足早就出外，啊毋过伊嘛真有责任嘛，有当时啊读书啦，伊也是，无当嘛啊，还是莫会嘛，寄钱转来互阮
补助阮的生活。所以对大哥，阮拢足感恩啦吼，伊对阮的疼。阮妈妈真有智慧，虽然阮有一顿无一顿，但是伊讲过，毋捌互阮饿过。逐顿拢煮啊，无讲做青草啦，至少无烦了着。要煮菜要怎样？妈妈就去招花啊，因为信用好，所以真正爱对伊的花啊。迄阵咱好300块一花啦吼。我会记哩，伊若招20花，就6000块啦。对阮来讲，阮这兄弟姊妹要煮菜都有够啊，所以我拢爱负责去收花仔钱，然后妈妈伫教会做迄个欧巴桑，就是咧讲幼稚园啦吼，煮食的欧巴桑，包括在扫礼拜堂、扫教会教室、大迄个埕啦吼。我会记我甲我的细汉哥哥，阮若拜六的时，阮就爱去扫这个教会礼拜堂、教室。我做大片，阮伫田中嘛，差不多用一个半的时间才扫会完。细汉较毋捌代志，加减拢会甲，看同学拢咧佚佗呢，人咧拍球，会甲妈妈 complain 啦，讲我若着做这个代志。我妈妈甲讲，你毋是替我做，恁是咧服侍上帝。我一直会记即句话啦。妈妈安尼甲阮鼓励，你莫想讲敢若做足艰苦诶，袂，这是上帝互咱诶服侍诶机会。所以我妈妈伊一世人，我真少听到伊咧讲埋怨诶声，因为伊知影，虽然阮无好业，总是上帝真正是保守阮，拢到有存啦吼。所以这就是永远的听。伫上帝听中间，咱要得到真正安全感，要除去一切惊吓。上帝听是完全的，伊会保障人间所失去的听，敢毋是安尼？亲像我10岁都无爸爸，但是我无感觉讲我是孤儿呢。我即摆回想我的童年啦吼，讲起来真快乐。我最近咧写回忆录，我想想呢，也无啥物艰苦的代志呢。囡仔时代我拢做囡仔头王，大家拢缀我去佚佗，我喊啥，大家对我做啥呢？伫校我嘛拢做班长，成绩嘛真优秀，所以我无去考医学院。我细汉是讲想要做医生呢，结果时不我与了吼，后来去做护士，做护士比做医生佫较好啊，会当医人的灵魂啊，所以。凡事拢上帝美好的带领啦吼，因为上帝听咱，伊保障咱所有的听。第5种的天分叫做想事回报，互悲哀的人来替恢复啦。你来看，这对咱台湾人来讲，可能较无法度去想象。恢复是啥物？咱常听来讲，犹太人因爱穿麻衫衫。恢复的，你若兄走的人就知影，兄查的人小出来迄个恢复啦吼。有人用迄恢复来代表因的真悲哀的情形啦。比如圣经有记载以斯帖，以斯帖咧记载以色列民族因面临灭族危机的时。以斯帖伊有一个这8兄哥，有人讲嘛是阿舅啦吼，也是讲伊养爸啦，因为年纪差介济，叫做末底改。当伊拄着这个灭族的危机的时，伊就拆离伊的衫、伊的衣服，穿麻衫，三恢复，伫城中行伫痛苦伫遐咧啼哭。咱来看以斯帖第4章第1节。所以基督教的年历，伊中有一个叫做四旬节、四旬节啦，就是要进入耶稣所受难的节期的头一天。咱若是受难周的时，叫做 Ash Wednesday， 蒙灰的星期三。这个意思是讲，因为上帝的囝特别受难，所以上帝极其的悲哀，
你若知影讲你的囝要去互顶死去，要受死，你的心中安怎想？真悲哀啊！敢毋是会真艰苦啊，真伤心啊！所以即个经文甲咱讲，想是回无互悲哀的人来替恢复，代替恢复，就是真悲哀的人，上帝要赐予伊一个美丽的花冠呢，花无就是咧迄个冠冕啊，吼，就进入无理解后来，伊得到真大的尊荣，后来王赏赐伊一领朝服。草服，互伊锭金的冕旒，坐王的马车，行遍城内的街路，伊做宰相。王高兴伊，所以咱的人生嘛，有可能拄着真悲哀的代志，有无？一定有。有你足低潮的事，有你足伤心悲哀的事。你像约伯就好，约伯拄着天灾。人祸破产，伊的囝儿拢死去，伊甚至得着重病。这个代志是一天中间就发生的。这种的打击会互一个人痛不欲生啊！咱毋知捌拄着即款的代志，有可能有，也是你的亲人捌拄着，或者是。以后有可能你嘛会拄着天灾地变，亲像这地动就好，吼，忽然间咱摇咧，哇，有人厝倒去，9日大地动的时，死偌济人，缀伫迄个涂骹，甚至找袂着伊的身躯，所以这拢是咱所拄着的灾厄。当咱拄着这代志时，有一句话。会当安慰咱，就是以赛亚42章第3节，耶稣嘛捌讲受伤的芦苇，伊无压制；麻花的灯火，伊无拍熄啊！咱做讲一遍啦，来，受伤的芦苇，伊无压制；麻花的灯火，伊无拍熄啊！是啊。神的上帝最后要将荣耀的冠冕来赏赐予伊。第6种的天论叫做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咱今仔咧讲的拢是心内艰苦的代志，对吧？哦，这种的悲哀是咧拄着讲人生各种的患难甲试炼啊。咱拄仔讲着有的是你的天生的，你家己的自卑啦，还是讲你有受人甲你陷害啦。毋过即摆就是讲你拄着的患难甲试炼。基本上，这个患难甲试炼是甲你的罪无直接的关联啦。譬如讲，拄着经济不景气，像即摆疫情安尼，真侪人失业，真侪人无头路啊，是讲生意无好，生意失败，考试失败，互人陷害，还是讲为着义受迫害，像咱的高准明牧师，伊向来迄关，为着义受迫害，或者是讲你身患重病等等。但拄着这个事，讲叫你着爱充满欢喜喜乐啊，无容易呢。欢喜会起来无？毋过这个所来讲，欢喜的油代替悲哀啦。伫罗马书第5章第3节到第4节，嘛来甲咱讲，好，来咱做伙读，来，一日患难，也着欢欢喜喜，因为知患难生出吞论。吞论生出老练，老练生出人。所以上要紧就是啥物？患难的时阵爱啦，欢欢喜喜啦，笑笑啊啦。破病时爱笑无？都足艰苦啊，哪笑会起来？我一生的中间吼，安尼捌开过3摆刀。第一摆就是。还佫做少年的时，20通岁啊，我去我伫远东纺织公司上班嘛，迄阵因为做领班嘛，我本来是考品管人员，结果爱去实习啊，做领班就爱3班制，日班、中班、大夜班安尼吼，就早班啦8点到下晡，就反正8点钟3点到暗时11点。
暗时3点到过两天8点晨昏颠倒，叫做啥？少年得志。哦，足艰苦诶，迄吼，你若要大号的时候，哇，就肺就走出来，到尾坐也坐袂牢，倒也倒袂，就到尾开刀，最后开刀。当时开刀，佫无像即摆较进步。伊半身麻醉啊，我捌听我的会友甲我讲，无是阮较早咧着痔疮的时候，迄无麻醉的呢，疼到要害呢，硬甲你开落去。我半身麻醉，顶管拢知影嘛，知影人，下骹医生甲伊的助理伫遐咧讲话，我拢知影因咧讲啥，我咧开讲，真轻松安尼开好了一礼拜拢无法度行路，迄是第一摆开刀。第二摆是有一摆我呢，腹肚忽然间足疼，闻到阮牧师娘咧煮饭油烟味你就想要吐，反胃就对了。我就敲电话迄阵伫台北中兴教会我靠第一教会一个林医师林庆国，可能咱有人毋捌哩。王丽华老师的先生啦，我还讲林医师啊，林长老，我即摆伊讲牧师，我你讲你今仔有来甲我看过，我在咧判断讲你可能是急性盲肠炎啦。伊讲你免过来，我则直接去病院去马街，真正去到你就是盲肠炎，随着我安排住院急性的。入去开刀房，就马上准备要开刀就听到头前的患者医生甲因的老爸母讲，恁这查某囝已经变做腹膜炎啦，有生命危险我嘛惊一个，讲你若搁慢一下有可能有生命危险。迄是第二摆开刀，第三摆我的开刀是啥？是我伫少年的搬厝时去伤到，所以叫做椎间盘突出了这阮蒋万安还是张万安，拢咧讨论这个议题，有无？椎间盘突出，做兵的时讲椎间盘突出免做补充兵，我家己有得过，我知影，迄哪遐简单，迄是疼到要害呢。我差不多疼20几年，后来疼到无法度倒咧也疼，坐咧也疼，困也疼，疼到暗时起来迄敢若骹甲你挽掉咧。我的规个循环拢无好，拢变骹拢变乌的。我无顺利讲，你若个无可能记骹到尾就去开刀要开刀，我就问医生讲这有危险无？伊讲你放心啦，就像咱咧坐飞机共款，失事就无坐啦，因为我足惊开了会半身不遂，无开个袂使哩。开了，甲放一个镜即摆就真好势。不过嘛要真注意，袂使做激烈运动，特别是拍篮球啦。你看蒋万安怎个咧拍篮球，迄哪有成椎间盘突出？所以互你知影，咱的人生中间有真侪患难啦、病痛啦。虽然呢，我怎嘛爱欢欢喜，我就想即个圣经伫患难中嘛，着欢欢喜喜，因为在患难的时出吞忍。互你知影要怎吞忍，生了你就老练，老练就生出望啦。更重要就是，你看伫哥林多后书第1章第4节，来咱做一读来。阮伫同因患难中，伊安慰阮，要互阮对上帝所安慰阮的安慰，来安慰同因患难中的人。因为你知影无？当我有经过这个患难，所以后来我伫牧会中间若拄着会友有即款的病痛，我就甲伊安慰，用我的经验甲伊鼓励。嘛当知影你要安怎做，嘛听我的话，好去医生看，因为毋是干做护工，毋是甲靠食药、食中药，安尼无效。你若真正严重，就去医生甲你诊断，甲伊安慰，要怎样知影拄着即款的艰苦，你有什么款的经验会甲伊分享。后来，阁一位圣经嘛真宝贵，哥林多前书10章第13节来，恁所拄着的刺，无毋是人的伤势。上帝是信实，无要互恁拄着刺过头伫恁所画当的，就是伫受刺的时，
要刷开脱出的路，互恁登会起啦。所以咱就相信，所有重大患难，上帝袂互你登袂起啦。真正，咱知影真出名的画家叫做黄美莲，黄美莲博士。伊自细汉就得到脑性麻痹，脑性麻痹。伊捌安尼见证安尼讲虽然我的机体不灵活，我的嘴嘛袂当讲话啦，伊真正袂当讲话，伊只会当用写的。伊外表看起来嘛无完全，对无？咱看伊迄个面型吼。毋过靠无都暗感伊内心的喜乐，所以真侪人真好奇。来甲我讲话，我就用圣经中间上帝话，然后伊写着博士，因为伊有得到心理咨商、心理学的博士，伊有受过即款的操练，所以伊用伊学来辅导方法去帮助真侪人。伊讲摆有一个想要自杀的查某囡仔来找我，当我甲伊讲关于上帝的听。对伊心情，伊讲：“哎呦，黄老师，你都脑性麻痹啊！你无家己怨叹，无想要轻生啦吼，反正愿意来帮助人，所以这查某囡仔就接受伊的帮助嘛，接受上帝的话，勇敢活落去啦。这就是用欢喜的油代替悲哀，真水的见证。所以后来。”黄美莲伊捌写过一首诗歌，迄个歌词真感动人。这首诗叫做《如果我能唱》，所以天韵歌声，这个黄丽玲就为伊写曲，真这一首真感动人的诗歌。伊的歌词是咧讲，我用国语来读吼：如果我能完整唱一首歌。那将是对你的感恩和赞美，因为伊无法度开嘴，伊嘛无法度唱歌啦。苦难中你给我安慰，彷徨时你给我智慧。虽然我不能开口唱一首歌，我却要对你献上真诚的敬拜。每时刻你的手牵引我，你慈爱使我开怀。天上的云雀儿，会唱的人们啊，你们可愿代替我？歌颂上帝无比之美，我愿用耳倾听，我愿用心共鸣，这发自内心深处最美的声音。我真爱你。我请咱的同工吼，咱做伙来听这首诗歌吼。好，咱这首听了就特别结束吼，咱是今仔用较久的时间。这个影片是天韵歌声因的演唱吼，啊嘛内底嘛黄美莲伊本身啊吼。咱会晓唱的人，嘛当对伊来唱吼，对来唱。这个黄美莲吼。感恩和赞美。这个王丽玲啊。
地上的人们啊。会唱的人们啊，哈利路亚！就像一个袂晓讲话、也无法度唱歌的人，写出对内心对上帝阿乐讲：主啊，我真正疼你，我真爱你。所以最后一个天文，就是甲阿乐有关系。从阿乐的衫来替忧愁的心啊！咱在伫旧约时代，阿乐的衫，咧指什么？是指人伫圣殿中间服侍的人，就是咱即摆圣歌队。好，圣歌队诗班的侍奉啊，忧伤的灵，伫原文是咧指讲伫灵的内面感觉真野生、真沉重的人，也是讲你的灵性、你的心灵陷入伫低调的人。那有时咱的心灵会低潮，无想要礼拜，无想要敬拜，会袂？会哦。
你的信心会丧失呢？你对上帝会失去依靠，你甚至会埋怨。你嘛甲上帝，我歹甲你礼拜啊，因为你会失志。毋过，伫即个所在讲，伫灵里感觉野神叮当的人，你会当到伫圣殿内面来侍奉啊，特别伫圣乐的侍奉，你要得到医治啦。阿门。兄弟姊妹，你我拢爱诚做侍奉的人。这方面来共款，伊虽然袂当唱，袂当讲话，毋过咱会当来到咧教会，咱就参与伫圣乐的侍奉。所以奥古斯丁捌讲过，圣乐会当安慰迄个互人真沉沦的灵魂，要帮助咱成做一个圣洁的人。罗德马丁嘛捌讲，音乐会当互人离开忧愁的重担。佫会当消除恶念甲迷惑啊！所以对灵性消沉的人来讲，咱着常常吟诗。咱咧敬拜时，咱吟圣诗，你着大声来吟，对心底来吟。咱佫当参与伫圣歌队的侍奉。咱咧圣歌队有赞无？你有参加无？甲我讲赞尔。我捌考去一个教会吼，所有人拢是圣歌队。我嘛前嘛，咱西澳教会是安尼呢，毋是敢几个人伫遮徛伫遮咧唱，咱伫遐咧欣赏，咱拢是圣歌队，好无？好吼，蔡老师你有听着吼？咱礼拜三拢留落来练歌哈。好，真正用恶乐的衫来替忧愁的心。好，结论来讲，人生在世，有啥物人？毋捌有过伤痕，咱的主就是啊，伫个身上对手、到骹、到头壳、到伊面、到伊形状，拢留落侪侪伤痕，伊的内心佫有无数的伤痕呢。你看，伊互伊故乡的人拒绝，讲，伊的故乡人讲。哪有可能出啥物高人？伊嘛，互这经学师、法利赛人甲伊攻击，伊甚至互伊学生犹大来出卖，嘛互彼得甲伊伤害。伊孤单一个人伫克西马尼园祈祷，学生拢咧困。最后，互这罗马兵丁甲伊踢笑，佮甲滴迄个刺皮的面流。讲你毋是王吗？甲伊逼拍，八路人佫甲伊配嘴烂，甚至最后互人钉死伫十字架。你想，世上无一个人所受的伤痕比耶稣佫较济啦。但是最后耶稣得胜，伊赢过死神，伊对死年过活。一切苦难拢变做荣耀，一切伤痕拢变做彩虹。这就是耶稣所留予咱的上活的教材。这就是为什么咱的信可以，我可以的原因。因为主赢过这一切，敢毋是？伊是得胜的主，所以原理拢会当得到这款的7种的天运。将一切伤痕化作一道一道美丽的彩虹。你得的恩典愈丰富，所得到医治就愈大。愿主赐福咱，互咱拢得到完全的医治。三个阿头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虽然伫世间阮有苦难，总是你甲阮鼓励安慰。甲阮讲，靠着你，阮就要得胜，因为你看赢世间的一切。主啊，你是得胜的主，虽望你有受伤，你有受死，总是你赢过这一切死实甲苦难的试炼。你对死里过活，赢过死亡，你真做阮的盼望，真做阮的拯救。
所以，阮伫世间所拄着这患难、死实、困苦、病痛，拢无算作是甚物，因为互阮知影，伫患难中，阮着欢欢喜喜，互阮会当通过这个患难，阮拢得胜到存。愿主赐福，通过阮今仔日所领受的，刻掉伫阮的心内，互阮每一日拢过着得胜荣耀的日子。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应得上帝的话，咱来念回应信息第149首，脱出罪恶黑暗的交界。主，我就你，主，我就你，立伫光明得自由徛在。救主，我来就你。肉体病痛，你使我勇行；心神软者，你使我活命。脱离我罪，正是得你疼。救主，我来就你。请咱起立来念信息149首。Amen.
面要来奉献，请吉然执事甲义节执事来书献。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请坐。下面我要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报告事项第一，今日感谢陈仪志牧师讲道晚祝适合陈医师所做的工。第二，下周后礼拜10月16，讲道是林碧堂传道，伊的题目是摩西的身份认同，经文是出埃及记第2章第1节到22节。第三，文良兄的太太桂花姐，一个顶礼拜5已经完成另外一边目睭的白内障的手术，感谢主一切平安，请大家为着术后的复原来代祷。第四，10月29礼拜6上午10点半，要伫文良兄伊搬新厝来举行家庭礼拜，地址是伫新北市双溪区新店35号2楼。下昼伫个双溪遐用餐，顺便来办日游。若有要参加的人，请向我来报名。告解的消息，第一，今日下晡3点，伫苗栗南庄的教会有举行李义文牧师就任第3任牧师的受职感恩礼拜。第二，11月16日下晡3点半，伫个淡水教会有举行徐雅茹传道师封牧暨就任教义牧师受职的感恩礼拜。咱来看聚会的活动。礼拜是上午10点，主日是圣歌队的练唱。因为即马要练迄个圣诞节的歌，所以即马已经改到8点半。若有兴趣要练圣诞节的歌的人，请会使来参加。礼拜5查经班因为这疫情，所以暂停。圣港的事奉，即礼拜的招待是文良兄甲现宗兄，插花是梁长老，清扫是玉兰姐。后礼拜的讲道是林碧堂牧师，书会是梁长老，书琴是刘宪文老师，领唱是于养兄，书献是民兵甲我本人，招待是燕庆姐甲苏文姐，插花是我本人，清扫是素妍姐。咱来读今日的金句。台语读2摆，华语读1摆吼。阮伫逐样患难中，伊安慰阮，要互阮对上帝所安慰阮的安慰来安慰逐样患难中的人。请。来安慰逐样患难中的人。
阮伫伊安慰阮，要互阮对上帝所安慰阮的安慰，来安慰在因烦恼中的人。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哥林多后书1章4节。下面，请咱互相来拱手请安。平安。咱来欢迎，因为我无迄单，来，互你给你介绍。咱来欢迎咱的陈武光牧师，甲洪牧师、黄灵富，是咱中间。下面咱要来上吟唱，要来吟第402首。402首，恳求主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搁保护。假使我言行谦卑死正，助我逐日遵守你诫命，互我伫黑暗中做光灯，做追求引带失迷的人。这是我人生迫切的愿望。请咱起立来吟圣诗402首。遮济灭道避讳，